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黄河特大桥垮塌。8月22日凌晨3点10分青海黄南州监闸县黄河特大桥发生垮塌事故，造成12死4失联，这个惨痛教训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8天了，调查组这个还在对事故在调查之中。应急管理部说，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西成铁路西宁到成都监闸黄河特大桥施工项目822重大垮塌事故查处挂牌督办。虽然结论还没出来，但是这个8天过去了咱们聊一聊这个黄河特大桥垮塌给我们的教训呢。2025年8月22号凌晨3点10分，青海黄南州监闸县黄河峡谷被暴雨裹挟8级阵风卷着雨点砸在这个钢横梁上，发出哗啦啦的异响。世界最大跨度双线铁路连续钢横拱桥监闸黄河特大桥，这个离河面130米这个高空作业平台上，16名身影还在忙碌其中有15名农村务工人员攥着工具调整钢绞线。项目部现场负责人拿着对讲机核对数据，就在他们的脚下130米下面，黄河在黑暗里翻涌谁也没有想到3秒钟之后，这里会变成人间炼狱。突然嘣的一声，金属撕裂声刺破夜空，像极了紧绷的琴弦被深深扯断，东侧钢绞线率先断裂，紧接着4个毛梁像多米诺骨牌接连崩开，断成8节，重达66吨的钢横梁失去牵引，带着108米长的主拱肋轰然坠落，混凝土碎块扭曲的钢筋砸进黄河，激起10米高的浪花，16个人从100米高空摔下，有的坠入湍急的河水，有的卡在摇摇欲坠的钢架上。黄河上空只剩下金属扭曲、余响和无声的悲惨。这个视频大家在网上恐怕都看到了，对吧？那一幕远远比这个写的要惊心动魄，要更加恐怖。就是在一瞬之间截至当天下午18时，12条生命永远停在了这个凌晨。4人失联，当救援直升机穿透雨幕，河面漂浮的安全帽，断裂的毛梁碎片，还有工人宿舍里没有拆封的降压药，工牌上孩子的照片，都在诉说这场本可避免的悲剧。谁能想到这么悲惨的一幕却不是监闸黄河上第一次发生，那这就叫悲剧重演。光环下的隐忧基建奇迹藏着多少漏洞。我们经常把这些宏伟的工程当做我们的这个叫基建狂魔的一个亮眼的景观，但是这里面有多少黑洞呢？这座让业界骄傲的大桥本该是8纵8横高铁网的关键节点。你想象一下高铁从上面呼啸而过那是什么样一个场景？从西宁到成都，全长1596米，主跨366米，是国内第一座跨越黄河的铁路钢横拱桥，设计寿命100年，投资超20亿元。关键是据施工方说用上了最先进的工具和仪器，什么3维激光扫描、建筑信息模型，甚至在设备上装了200多个应力传感器，号称毫米级精度，智能监测保安全。恰恰这么多压力传感器、应力传感器都没能保证黄河监闸大桥的施工安全，这个打的是谁的脸呢？可光鲜背后早有隐患在暗处滋生。首先是设计上的先天不足，
据西宁至成都铁路监闸黄河特大桥设计关键技术论文披露啊，最初设计是在河道里设桥墩，那这个肯定就是安全的多啊，这是最稳妥的方案。但因为要保护黄河监闸段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也是为了生态保护啊，最终改为366米一跨过河，而这个跨度啊，比国内同类桥梁的经验范围超出了60米，也就是国内啊，这个最大的跨度都是300米，它这个是366米。建设单位却没有按规定做超限跨度专项风险评估，对吧？这就是第一个隐患了。你已经超过了60米，但是没有做专项的风险评估啊，就像给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硬塞了远超能力的任务，风险从一开始就埋在了设计图纸里面。更讽刺的是46年前历史重演，1979年9月17日，同样在监闸县，青海监闸黄河公路桥建设时突然坍塌，19人遇难，原因是拱类失稳，设计施工管理全出问题。后来桥重建了，也通车了，但是教训呢却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传下来。虽然今天啊技术进步了，却还是在安全上面栽了跟头。那问题到底在哪儿呢？致命链条啊，从低温工艺到豆腐渣焊接的谎言。事故后啊，施工方给出的是凌晨作业理由是晚上低温有利于杆件性能恒定，避免热胀冷缩影响合龙精度。可是在12个遇难者家属面前啊，这话显得苍白无力。他们知道亲人连续加班多久，也知道那所谓的工艺要求背后是赶工期的疯狂。这个大家看视频啊。这个钢索要在这个晚上施工呢，是因为晚上它的这个温度啊是最低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是我们这个架这个钢拱啊，它有一个热胀冷缩，会造成啊就是这个钢梁它就有这个杆件有些许变化。在晚上施工的话，它这个温度低就能够保证这个就是杆件的这个很恒定，那也就是在晚上施工是合理的。对，晚上施工是合理的。这个扣塔的高度大约是98米，但是可能根据他们所处的就是具体放的地方不同啊，他们就是这个坠落掉下来这个地方啊，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面。这座桥的总工期啊只有19个月，从首节架设到计划合龙，比同类大型桥梁紧凑得多。更关键的是，施工方早就定了8月26日邀请媒体参加合龙仪式，这叫献礼工程啊。为了赶这个面子工程，前期因环保审批延误的3个月工期全靠压缩工序补回来，原本48小时完成的活硬压到了24小时，焊接工人连续工作超12小时，累得眼睛都睁不开，哪还有精力保证质量？质量问题很快就暴露在最关键的钢铁关节上。锚梁作为钢索与桥面连接的核心部位，锚梁本该承受500吨以上的拉力，可现场残骸显示，焊缝里全是气孔和夹渣，部分焊缝厚度只有设计值的60%，连最基础的250度乘2小时消氢处理都没做到。这就是按照铁路桥涵施工规范，这也是为了防止轻脆断裂必做工序。更恶劣的是中铁大桥局7公司作为总包单位，把工程
层层转包给3家劳务公司。这些公司为了压成本，不仅用没有培训过的临时工，还把设计要求 Q345D 钢材换成了低标号的 Q235B， 这个简直是要枪毙啊！这么特大桥上面玩这一套，这里我以我的这个比较简陋的这个物理学知识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也看了一下后面记者拍的照片。那施工它是双向合拢，完了之后用那个塔呀，它不是用那个斜拉索吗？拉着那个桥面，然后那个在那个桥面最顶端呢，还有一个得有10来吨重的这个吊车吧，对吧？在那儿作业嘛，要合拢。这个就那个斜拉索啊，那个钢索啊，它恐怕也是4根、5根、6根的不同角度嘛，拉着那个桥，大家想象一下，脑补一下啊。那第一根对吧？那个角度是最小的，就拉到最顶端的那个钢索，它那个角度是最小。最后一根钢索呢，因为它离那个柱子比较近，那个塔呀，沉重的那个塔，所以它那个吃力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啊，角度越小，拉的越前面的那个第一根钢索，那是最吃力的。所以这里面它就要设计，就是要这5根或者6根这钢索，它应该是对吧？力量是应该一样，就是他们承受的力量啊，就是张力啊、拉力。那根据这个媒体介绍啊，第一个，它这个钢材 Q345D 换成了低标号的 Q235B， 然后这个焊接钢索啊，跟桥面连接的核心部件，它那个玩意是要焊接的啊，结果焊缝里面全是气孔和夹渣，那质量肯定是不过关。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一，如果它没有算好的话，它第一根绳索那个张力是最大，所以所有的力量在那个第一根绳索，而且越这样，那后面的2、3、4、5、6那些钢索的张力反而越来越小，对吧？力量全到那个第一根上去了。这就是它如果设计不好的话，或者控制不好的话，那么再加上质量问题，对吧？它这设计这个张力那个冗余啊，如果不够了，过载，那么绳索第一根绳索就要断，第一根绳索一断，第二根绳索就变成第一根绳索，力量全到它那儿去，所以第二根绳索它也会断，第二根绳索一断，第3根绳索又变成第一根绳索，就所有的力量到它头上去了。这样的话啊，叫各个击破。本来如果6根或者5根绳索你张力一样的话，那么它很难断。所以这里面啊，咱们用这个比较简单的物理学知识啊，推断就是啊，质量加上就是钢索的质量有问题，设计啊，我认为是就是冗余度不够。就假设啊，它是张力是1000吨，结果你给它设计的只有800吨。第二，加上质量，焊接的工艺，对吧？焊接质量，监理单位呢全程睁眼瞎，签证单上赫然写着符合设计要求，而那套号称智能监测的系统却沦为摆设。我想这个啊，咱们这个对吧？基建狂魔这些都是标配啊。这个斜拉索大桥这也不是搞第一个了，它这个大桥不是斜拉索的，它是施工完之后它就好像钢索就没了，应该是这样子的，或者施工完钢索还在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长江这个安庆长江大桥它也是斜拉索，也就是说这种不是什么新鲜的啊，什么高科技，什么第一次施工，对吧？这种应该是非常标准、非常规范。事故前3天啊，说主拱类应力值已经超过设计值的100%，你看看过载了。可传感器信号线被施工机械挂断后，技术人员为了省事，直接伪造数据，最后一道安全线就这么被人为破坏。你说说吧，传感器信号线被施工机械挂断了，是故意挂断的还是为了赶进度啊？你要记住了，它背景是要赶进度。8月26号媒体要来赶进度，如果说啊这个它的应力值超标，对吧？那它还得去调啊，这不就进度不就耽误了吗？你就得停下来。这都是咱们合理的推测啊。那到底是故意把它拉断了，还是无意中拉断了？无意中拉断了，反正不管了，编造数据上去，然后接着施工，它不停工啊。那是故意拉断的，那更是了，这就为了赶工期嘛。这是一种可能啊，咱们推测。事故发生以后啊，这个救援难度啊远超想象，因为在130米高空啊。失联的4个人没全掉进河里，有人卡在不同高度的钢架上，有人吊在立柱上，而事故立柱随时可能2次倒塌，那你这怎么救援呢？
你消防官兵去救援也很危险的。借助无人机定位，1.2万杆架上爬，806名救援人员，27艘舟艇，1架直升机，5台机器人全部上阵。黄河水面上搜救船、探照灯划破黑夜。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啊，从130米高空摔下来，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这跳过水的知道。这个很显然呢，那成立事故调查组要追责啊。按照刑法第134条，要是施工单位负责人被查出强令冒险作业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这是要判刑的啊，刑罚最高判7年。监理单位如果存在虚假监理，要罚工程合同价款的2%到4%，直接责任人终身不能再干这行。而这个施工单位啊，这个中铁大桥局7公司问题更严重啊！2023年审计报告显示，他们在安全投入只占工程总造价的0.8%，远低于1.5%的法定标准。2022年还因另一项目焊接质量问题被住建部通报，却根本没有整改。这次是以包代管，更是直接把工人推向死神。更值得反思的是3重监管失灵。国家铁路局2024年专项检查时，明明下了整改通知，后续复查却流于形式。青海省交通厅没按规定每季度巡查，环保组织举报过施工噪音超标，却没触发安全隐患联动调查。你想啊，就这个黄河奸诈特大桥，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组成的，有一次重视啊，恐怕这个特大事故都能避免。层层监管的漏洞，最终让12条生命成了牺牲品。这叫行业之伤啊！基建狂飙下，我们丢了什么？所以这个黄河特大桥啊，垮塌事故撕开的啊，不只是一座桥的这个垮塌，更是中国基建狂飙突进里的伤疤。我现在还记得啊，这个湖南长沙是前年吧，对吧？一个居民楼，当然了，那个是城中村呐，自己加盖的，是5层吧，突然垮塌，多少年轻的生命啊在里面，好像他们好多都是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就租住在那儿。就在它垮塌之前，对吧？还组织了检查，安全检查，只要有一个人负点责任，那房子都不就垮，但是不会造成无辜的生命的死亡啊，几十条啊，没有一个人负责任，大家都是走过场。对吧？只要有一个人稍微负点责任，事故都能避免。这个奸诈黄河特大桥也一样。2024年全国铁路新开工项目投资超过1.2万亿，可同期铁路建设事故同比上升18%，这个就是要警惕的。为什么呢？这个恐怕大家心里都有数啊。低价中标叫加变更索赔成了行业潜规则。施工单位为了拿项目，把安全成本压到最低。有央企高管坦言，不这么干根本没项目可做。于是 BIM 无人机监测这些新技术成了政绩工程的包装，没人真关心力学模型对不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物理学那个基础知识啊，实际上就是力学模型啊。世界最大跨度的国内第一的名头，比工人的生命还要重要。12个遇难者里面，最年轻的22岁，刚从农村出来打工，想攒钱给家里盖房；最大的58岁，再过2年就能退休抱孙子啊，1个月就能领120的这个退休金了。眼看胜利在望，结果发生惨痛的事故。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位家属哭着质问：为什么要用我们亲人的命去换那冰冷的桥，对吧？这个问题啊，每一个搞基建的人，还有那些以这个基建狂魔为傲的，以这种各种宏伟工程为面子的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基建狂魔不应该以漠视生命为代价。工程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安全，是责任，是让每一个参与建设的人都能平安回家，是让每一个路过的人、使用它的人都能平安，而不是用速度、跨度、第一、第二来堆砌政绩。就像这个奸诈黄河上的那座垮塌的桥，它没有来得及合拢，却成了一座纪念碑，刻着进度服从质量，质量服从安全，刻着没有世界之最，值得以生命为代价。所以引起我们重视因为这个奸诈黄河它不是第一次出事46年前已经出过一次，半个世纪又来一回。实际上这里面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这个重大工程啊，层层转包。我记得咱们以前节目还介绍过，是河北张家口吧，还是哪里，对吧？有个工程4000万，层层转包，最后到真正的施工单位手上，好像只有50万。你说那是什么工程啊？那工程它能不是豆腐渣吗？工程都是唐僧肉，对吧？见者有份。现在很多工程啊，它的指定谁来中标呢？第一个必须是国企央企啊，由他们来总包，由他们来中标，他们也从中卡20%的收入利润，对吧？一个工程1个亿，他中标以后啊，他给出去只给8000万，那第二家拿到之后再去分包，第二家还得扣掉20%，再把它分包出去，就这么层层转包，最后真正落实到工程上面能有多少钱？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特权阶层，有那么多婆罗门呢？到最后的，对吧？真正的施工单位，那他中标，他还要赚钱，那怎么办？只好，对吧？以次充好，粗制滥造，降低标准。随着经济形势不太好啊，内卷加剧，这种现象恐怕是会愈演愈烈。也就是未来啊，像这种施工中的安全事故，恐怕是此起彼伏啊。在10几年前啊，将近20年前，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带血的 GDP， 那个主要说的是咱们的煤呀、煤矿啊，各种矿井事故特别多，安全事故啊，这个大家恐怕都有印象啊。然后说每一吨煤是几条人命，对吧？多少吨煤包含了几条人命。当然了，经过治理以后啊，现在煤矿矿井的事故啊，确实好多了。虽然现在偶有发生啊，有的地方还有，但是比以前好得多。所以这种特大工程施工啊，刚才媒体也介绍了啊，2024年铁路建设事故同比上升18%，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不是下降反而上升。这个跟这个克扣啊、工程款、压缩成本、跑冒滴漏、贪污腐败啊有莫大的关系。最后啊，说来说去啊，这就是人祸，不属于不可抗力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